大家早晨，今朝早起身之後，最大嘅市場消息咧，應該係匯豐宣布就以呢個協議形式將恒生銀行私有化嘅，咁啊撤銷佢嘅上市地位。睇嚟今日港股嘅波動會加劇啲啦，特別係呢個北水翻嚟啊！港股市前分析，今朝早講題係國指期貨跌勢未完，同埋問號嘅。國企指數期貨陰陽燭日線圖上邊，我係研究下究竟跌浪係咪已經完咗咧？嗱，嗰個價位咧就我係最高係見過9796嘅，係喺今個月2號見過，跟住就回落咗3個交易時段，3個交易時段跌市，3個交易時段都係陰燭，而呢個出現一支都算係噶，雖然呢支陰燭嗰個第一支陰燭嘅身軀都唔算太短，但係都係身懷六甲利好利淡轉向形態，咁啊有一定嘅威力㗎。咁啊平均線整體分盤勢咧，暫時仲係全面利好嘅。不過20天平均線曾經短暫失守，可以叫失而復得啦。日中失守，5天平均線喺上邊咧轉為升勢明顯放緩，應該講升勢明顯放緩，咁啊有啲阻力嘅，暫時要翻上邊企先得。咁啊，如果翻咗落20天平均線下邊咧就不妙啦。咁啊最正路嘅走勢就今日彈一彈上嚟，跟住過聽日或者下個禮拜一再跌過，呢個最正路。但係咧亦都可以係直升上去嘅，應該先詳細講。咁啊成交係增加咗啦，咁啊跌市陰燭之中成交增加就唔係好事。不過咁喎，尋日隻腳都幾長，你要理解為低位嘅支持力。雖然喺跌市之中、調整市之中都係唔錯嘅。OBV 繼續下跌啊，咁啊輔助分析指標 DMI 咧就係暫時仲係利好嘅，不過小心啦。ADX 喺兩條線上面，正 DI 負 DI 上邊咧係掉頭回跌嘅，睇清楚係咪先啊？冇錯啊，掉頭回跌。咁如果今日繼續跌多一下，甚至後日再跌嘅，就確認呢一個嘅9796咧係短期嘅好重要嘅阻力位啦。升勢告一段落個中途升浪嘅中途站啦。咁所以如果確認咗之後咧，呢一個咧最大機會係支持型 A、B， 但係 B 唔會超過 A 浪跌幅嘅0.618倍量度升幅目標，就跌個 C 低過 A 浪底，亦都有可能係平勢型啊，即係話咧接近9796先跌，或者甚至略為高過少少先跌啊，略為高過少少嘅機會就細啲噶。如果 DMI 係咁嘅話，因為通常 DMI 係一個最後嘅確認信號嚟噶啦。咁我哋睇咗呢個之後咧，我哋睇下5個主要技術分析指標。保利加通道中軸咧係失而復得嘅，咁 SAR 咧極點高位之前咧就過唔到啦，9796，咁所以個市回落啦就好正常嘅。但係暫時喺價位嘅下邊 ，RSI 跌穿咗5天平均線，正在跌向50線，即係中線啦。STC percent K 跌穿 percent D， 亦都係淡啦。咁啊 MACD 咧緊緊就仲未發出牛熊觀信號，所以形勢咧兩好三淡。短期形勢係偏好偏淡兩好三好兩淡，講錯咗，暫時仲係三好兩淡，所以形勢仲係偏好嘅。咁啊記緊 MACD 唔好俾佢發出牛熊觀信號，保利加通道中軸唔好失守支持，咁就可以啦。咁啊保利加通道中軸唔好失守，呢個好重要嘅。咁啊跟住咧呢度跟住咧我哋睇下最新形勢點啊？咁我個標題就話國企指數期貨跌完未啊嘛，係可以跌完嘅，即係話咧，好似呢幾下咁，嗱呢度之前幾下，一下、兩下、3下、4下、5下、6下、7下，次次跌完咧就掉頭升破頂啊！咁今次係咪都係咁咧？有可能㗎，因為始終尋日低位雖然見過9414啫嘛，都遠高過之前跌落底嘅9243啊嘛，咁所以咧。冇話破壞咗一浪高於一浪嘅短中期形勢㗎，所以繼續升破9796嘅機會都存在㗎。不過我暫時唔係以呢個做首選數浪方式，咁啊最大機會係彈上去又落翻嚟。好啦，彈上去彈幾多咧？頭先我講過，就唔好俾佢超過0.618啦，唔好高好多啦。就算係都超過，咁啊掉頭再跌，咁我就睇個0.618倍量度升幅目標喺邊啦。